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火力发电厂发生公安意外，拜三有一个工人为11公尺悬石落台不幸死亡。初步了解，这个工人有戴安全帽啊，冒下安全带，若像是这固定安全锁钳啊向转去，才会造成意外。目前这案事已经下令停工，要依法开发。救护车开入去台中火力发电厂新起的燃气机组的工地，赶紧将伤者送病院，先赶紧送病院，不过因为伤势严重，到院进前已经无性命现象，急救了后也是宣告不治。都还在调查当中这个各个好几个单位都在调查，包括中职中心的，对不对？那包括有刑警单位什么，他们都有在问。25早起10点外，当时这信阳的工人将伫大约11公尺悬的钢条顶面来作业，其实向阳无细粒摔落。台电讲，这项工程是台中电厂第一期新起的燃气机组计划废水处理厂施工的工程。除了配合调查，也要求施工的厂商落实改善，确保人员甲工地作业的安全。如果有勾在安全母锁上，应该是安全的。对，但是因为那个安全母锁的挂是断裂的。对，有一个挂钩是断裂的啦。对，那目前这个部分是现场还在调查中。接案署中区集安中心来到现场了解，初步确定，这4样工人当时有戴安全帽、要系安全带、要绑安全的母锁。不过因为安全母锁是绑伫钢条的 U 型环，敢若是这 U 型环强度不够长期，造成人员摔落。U 型环长期的原因，将是后续调查的重点。在搬运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运送的过程中可能受到那个挤压或者是撞击所以在 U 型钢环已经产生了变形啊，或者是严重的破坏，所以它造成它在把它坠落的时候把它拉断了。集安署中区集安中心讲，已经要求业主、台中火力发电厂也有承包的厂商停工，必须等待改善了后，送交这个复工计划，审查通过才有法度复工。若承包厂商甲承包人会以违反集安法，各处3万到30万块罚款，并且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